亲啊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日头下夜公公。节目内容多精彩，千万唔莫转台。观众朋友啊，想要好嘅上台呢，記住去落 KTV 盡做不考，也是捱嘅優良哦。韓國啊，講到喺客家中超有名嘅歌手葉公子，佢又是唱嘅老公嘅腔又好聽哦。今日大嘴鼓呢係落 KTV 有關，到底呢條歌老葉公子係唱嘅卡多，還係講嘅卡多咯？入嚟去睇看啦，就知了。打扮啊有什麼？打扮啊有什麼？打扮什麼？葉公子啊，根本你做嘛心情暗好，點解會唱起歌起來啊？我唔但唱心情好唱歌誒，我意思冇事啊，去到哪就唱到哪。好唱歌誒，咁樣好些咧。看男兒啦，你約好嚟 KTV 啊，夾下來。KTV？唱啊！你要按好去嗰種地方啊哈？我當好去哦，下巴吼做些當無限吼，當忝吼，就幾個朋友誒去嗰邊唱下歌誒，輕鬆一下。我啊就唔好去嗰種地方，合客又暗傻傻誒，對住熒幕唱歌像戇古窮樣，對創業誒啊有什麼讀到嗰度當電腦嘅嘢？啊，電腦嘅嘢？係啊，比方講吼都包廂地方包演呢。哈，哎呀，我習慣啊，當唔好。還有大酒墾呢。有個很久前的生活比唱歌的時候行得太。還有這個包廂地方要出入入唄。亞洲人啊，當唔尊重唱歌的人。100點19條歌誒。哎呦，亞洲人啊，最拄唔掉的啦。係啊，100點19條就算咧，還全部係控制歌數的啦。哎呦，啊，我未死哦。但我哪個係唱誒？佢一聽到講哦，佢會唱，又唱歌去唱呢。我咁乜個意思呢？我係來唱歌的喲，唔係來睇我開演唱會的啦。唱，當我簡單吼，撈佢大合好嘅啦，撈佢歌嘅先切脫，我哪個係人來唱咧？咁樣就好啊，咁樣就快脫咧。邊個講啊？老實講嘛，頭前佢哋唱賣鼓嘅吼，唱嘅歌嘅還彈得咯。嗰啲啊，梗係阿妹哦，個腔哦，走槍槍就算咧，唱到個高音嘛，還硬綁頸，像日本鬼卡到咁樣啦。哎呦，普通人嘅精神啊，咁就正經人講嘅啊，唱歌嘅人哦，唔知啊，彈歌嘅人痛苦。係啊，但我哪個係人唱嘅？日本鬼卡到嘅吼，要攞嚟合唱呢？合唱就合唱啊！有人帶啲耳裝哦，我聽說我較好哦。唔過偏偏夾個主歌嘅就聽你唔到，一到副歌嘅可能佢較熟嘅啦，好上好點點要變到動態哦，一下人嘅上全部壓過去。對，這按到底係乜個意思呢？冇按樣啦，按學嘅下，你就來唱條歌嘅，我就來學嘅吼，本鬼卡到嘅啥嘢？哦，聽下歌哈。唐山歌台灣，老闆點錢，三芒代表高山鋼鐵，我用錯自己生命，唔想買嘢。試看太久，愛能更強壯大，2、3年莫改變，愛個精神莫忘看，都唔掉，我冇錯了，我冇錯。咪真係都唔掉啦，都冇簡單哦，我阿哥出來我愛唱嘅呢，偏偏身邊啊有個吼無頭無頭啦吼，開始見冇係問題呢。個冇人都乜緊啊？哎呀，我真係當難解釋，希望一樣，再嚟學一下，你就準愛，你唱條歌我就學一隻冇問題嘅人。哦，我演唱，你冇問題啊？係，我試看下吼，好。人係現代嘅客家人，世界嘅客家人。哎呀，我難做呀！當然要啊，要豐富要精彩嘅客
家文化你有買過夾轉心嘛哎要，人係快樂嘅客家嘢，實在嘅客家一個咩人唱的啊當多咧，要愛來三啊打邊，強心快樂，客家世界有要按多萬人啊哈有當多人咧哦，先那講出來都帶幾多啥唱啊好嘅啦，好嘅問題唔會睇你人啦。唔該，一種係咪真係本人拄唔掉啦？哎呦，等於人都會死。哎，一種吼還沒當謠書的咧，還有一種人啊，哦還那等人啊，你講喺 KTV 唱歌嘅，主要係歡喜、開心、樂現場嘛。錯啊！吼，佢吼老是甲做迄歌唱節目嘅個評審哦，人家都去唱歌嘅，佢都順向見批評人咧。你啊，中意咩當家位哈？冇安樣，你就唱條歌嘅，我就示範一下。你批評下歌手哦？哎呦，唔敢啦！呢條歌正經唔驚火練，人家歌會唱到暗好，我通唔出乜嘅問題嘅啦。你按時要唱。要啊！今日就嚟唱啊！啊，單身各位愛就自家鋪哎，對，了。你個排聲哦，唔唱廬山歌吼，按樣企嘅姿勢就唔錯啊。咁冇有嘅。唔講啊，教人學嚟，鄧師傅企好來，哦鄧師傅好下眼吼凹起來，胸脯挺起來，肚臍翹起來，目主要看前面。你是看過個什麼家嘅陳忠義先生？哎呀唱歌嘅吼，按樣就當大氣，台風就當好，按樣哦，你看按樣咩當好看？哎呀哈！哎哎呦，神龍字頭。再來，再來。單身各位愛就自哎，對，家。哎，你就講，我知道人家你歌嘅個太米吼，唱慢調嘅哦，吼，再一路榻榻米嘛，關係。怎麼太就個時間他慢調嘅啦，再來一擺，再來一擺。單身各位愛就自家。你啊，pitch 曲冇準呢，照睇嚟哦。哦，唱改編。啊，單身各位愛就自家鋪了。哎，不用得感情，不用得感情。我拜託不該唱太給我冇啦，你唱給我唱唔得啦。唔唱，哦，這個到底然後咧，單身各位愛就自家鋪了，誰後來未來啊，火有無奈。唔當唔上架嘅唱喎，啊？高音按樣唱嘅哦。拜託，呢條歌係唔係按樣唱嘅啦？唱廬山歌哦，唱叫叫放上，唔通唔叫人唱唔錯啊？不會啦，啊，我嚟唱。咁樣誒，唔見啦，我教人加油，好嗎？唔好。誒，唔該，係咪嘟唔掉？迄樣，這個得人都要死咧。哼，一講最電腦嘅吼，係咩嘢種人啊？啊，還有行下得人鬧嘅。係啊，有種人啊去唱歌嘅，我佢花錢唔敢免啊，結果入到 KTV 啊，像搶銀行咁樣，看到乜嘅就辦乜嘅，看到乜嘅就拿乜嘅啦。KTV 點解都要乜好難咯？有乜忙咯？我個頭上地杯啊，佢作單嘅紙老筆做得拿麼？誒，個筆當好笑，我咩要哪個？盤你當過一個撲火頭啊？哈，兩當我是挨下巴咩壓到退來。頭擺啊係拿個眼曲嘅，啊，你下 KTV 點解都冇表演曲嘅咧？還是冇拿過啊？係要作單嘅底嘅盤誒。誒，梗有乜好拿咯？跟挨冇拿哦。偏受地杯衛生紙，幾件嚟拿走。梗有用到嘅唔方便，做咩喺面用薯片？賣股，誒，拜託個批站唔是唱了，我會吃出傳，好食的一包一包的包裝不？個批你咩唱我事啦？安全燈，哪個做嘛咯？誒，拿咗要做四亞燈係真做的。啊，我拿就拿，馬桶，馬桶怎樣拿？誒，當然啦，幾張馬桶係拿唔走啦，見到地杯人牽啊，拆走幾啊爽啊，這限錢啊！杯面去走啦嗬，作嘅拆下來。燈呢一拆下來，碰燈一拆下來，天絲啊嗬，變到鏡頭哦，行講出。拜託，家門咧，個多帶來唱歌嘅一類版本咯。係啊，咩？誒，張一講，唔假講硬到得然後嗬，挨咩要度過咧？哦，唔度過樣嘅人啊。哈，到得然後，跟住前幾日咧，我喺頭份嘅 KTV 唱歌啊，
佮顺便又杀人了，记得你哪位你嘛？嘿哦，金阳诶，我见创好一条狗诶，佢就起起来，点解喊讲枪转三度去，枪转三度去，这个小眼呢？枪转三度戏。嘿呀，他创过好快无标准啊，佢做乜小人啊？哎呦，你头个误会的啦，佢咩少唔嘅恶弄人。好弄啊！嘿啊，嘿，你家二派派的谈唔出咧，佢喺讲啊，枪撞三股里。嘿呀！你听下，你讲讲。哎，太闲，来，倒来，嘿。婆娘，你也就会往半闲呢。太线啊，系安用啊，你态度不系安尼长卖诶，不过我感觉有啲怪怪的，你做啲老安尼困困冇啊？嘿啊，根本你哦，看咱呢能不能将俩东西压下去？係唔係困難呐？唔過條擺又個經驗冇啊？馬啥有俩經驗的啊？一做油啊，要神鋪。第一，外看佢係貴也係油；第二，唔管佢係乜啥，都先撈起來嫩呢。就係拿條好處啊，本佢夾做，咪睇下咩新年哦。第三嘛，佢係講係咪做啊，就攞起來硬嘅。太线啊，嘛个系硬嘅啊？你也就唔識手，搞半捱就錯咧。哦，多謝太師，多謝太師。好，我先來看啊。啊，老公啊，来问你啊，咖啡其实是几多钱啊？你去问问啊。佢用咩電啊？外門、你門啊？我用片片筒筒，你俩冇用嘅呢？那就衝你按幾高呀？我俩唔老你抄。太线啊！你做乜計啊？啊，我好唔知你係乜嘅行情啊？乜計紅錢啊？就係唔知啊，你係乜嘅假事咯？乜計假事啊？就係講啊，唔知你做要係乜嘅假事啦？哦，我係半年半閒啊，就係天數你足有出沒，順下來修煉做功德。好，太閒啦，我哋係的確幫衝啊。唔過一做有啊，就係看生意咯，生意一拉就會做到雙豐福嘅。哦，捱啲，嘿，好，去準備一下。好，好，開始咧。哦，哎，開始嚟。天風啊，風啊，風啊，地風啊，風啊，好風啊，高啊，年啊，千年啊，冬啊，哎，太閒我，組長，來咧。捱啲係馬雞東西咧，啊，太閒，你係買咩東西啊？捱唔係東西，哦，你唔係東西。捱係講啊，捱啲你搏下咩新年係馬雞東西咧？啊，太線啊，梗係乜嘅東西啊？佢係咋富利金？太閒啦。係唔係佢是天尼鋪咧啊？天尼鋪跳過去，去睇第三鋪。哦，天尼鋪跳過去。哎，太閒啦。這足球嘅鋪數還能跳過去嘅哦。你點馬雞攞啊？我係上時間咧，係唔係為到我做油啊？我連腳都忙死咧。哦，太閒還正經講究好你嘅哦。好咧，一下我唱神咧，
你丢，顺条规定啊。哦，好好。太仙扶梯来嘿，嘿哟，仙落嘅何时啊摆上来？上面在冇惊上天才呀，冇话好酒哦，嘅仙唔来呀。老公啊，看台线有俺样呢，哎，可能先施暴，张周谁吧？我看哦侬鬼嘢，你困啊？哎，莫吵莫吵，有怪事的。嘘。何方有你来嘿，嘿哟家显现呐，何哎，何地太闲嘅法冇变呐，天下为你哟，嘅分怕的呀，啊，冲冲的个冲，而且你用牌呢？哎呦，哎呀。唉，幾妖怪啊！本人師傅出到已經招起嚟，做事呀也會轉天天去累。啊，台线啊，啊个妖怪佢係個準咧。誒，你有問題就問對嚟，就挨咗有俺多年嘅經驗咧，嘅妖怪啊！要叫上嘅技力，會轉到原來嘅素材，繼續嘅生年咯。啊，佢會用嘅身咧。哎呀，唔使見種，我要發波嚟。有發波嚟，叫幾種譜拿去。太閒啊。你啊係鋪嘅嘛？哦，啱唔錯，啱唔錯，佢係冇做有嘅時間，佢投入啦。誒，來，幾種譜啊？拿去。哦。打點門，留嘅重門幾單狗，保證冇事情咯。哦。哦，老公啊，你困啊？誒，你阿鋪真經有用誒。我用咪點咯？改名獻旗啊，重點獻旗嘅啊。呀，用到寫出詩呢。2000年。誒，你係家私表。駕駛表。係呀，你數行幾種譜咧？賣2000的元哦。啊，2000元哦。係呀，你望下1到3流開始算咧，太門、跳門、簡復門、偏數門。上櫃送門，還出來門，茶庫天通門，啾啾，還有嘅大大細細，前前後後，上上下下，內內外外嘅重門啊！我聽說你算好咧，獎項係92000的元哦！搶貴可有風啊！貴死了！搶鬼開腳房，是無命嚟。相信觀眾朋友聽咗對一個師傅話當熟悉呵。鬼怪啊係一種無形嘅東西，啲當多嘅傳說嘅故事呢，都本記到唔好嘅形象啦。古時呢係講我比喻身體有病痛嘅時節，搶記到來開藥房，根本冇辦法聽數啊。古時提醒太子教，遇到問題我從錯嘅方法去解決，我記得哦，搶鬼開藥房是無命嚟。接下來呢，有乜嘅精彩嘅節目內容咯，加落去睇看啦。
中年花别个西南本上有高山，是太行望木两座山，俩两座山下大有。几乎人家其中有两家叫做千里来结人，不过俩两家离天然有家上街东岸各有两座山，山高千个冲，自古独秀行路难逢，然800里有人冒出，都讲这是一只鬼门关。该山南山北个路难穿，俩两家相爱团圆就冇简单。阿妹上哥是泪点点，阿哥来上妹是吹心肝。有一个义工带到个泰山前，抵到几条个困难，即是卡连杀了杀怕卡连惨，突然来儿孙儿穷下去被山几条鬼家人。你个奶爱开胆，太人谁知放蛇餐，隔壁邻下看到没来停手，想财别山冇稀罕，两件事情。本一个按到技术个地图，其实当过来看别山，看到你讲几处可以再讲，哟嘿，我讲你讲啊，你在越困越下心爱一个人，别山并唔系像你想个咁简单，准信你。该上面做得18年，你后尾有没冇叫人？该人到老嚟做酒也未难咯，往平大刀骨头板，你总有人你未小天买青山啊！爱看你啊！同爱穷下去啉两杯，唔是爱昂金来山。你讲安记，爱心梦之所按好心，当过来开经验，唔过。别善良件事情，爱自家自然有安全，遵循爱规范妥善。未罕有子孙来接班，子孙孙推催爱唔少别唔平的两座山。该之所有在讲到难咯，万在嘅后难事，讲到冇后难，嗨。爱每插两只老饭店，好让转嚟我下改财人忙地讲。几两沙讲杯，拄好拄到善心来顺山，行到几条讲杯善心啥蹲点唔肯走，一趟一次都唔长款。嘿，就记咁样讲，我俩两座泰山早晚袂被越睇去，佢到时只有山变冇山啥冇山何讲，係唔爱外样办，嘿，每干几年三也是句冇限，还唔当善心爱来办，该暗部啊，善心是老。太行望木两座山，终于摆死老给晒走嘞！嘿，两座泰山变平庸，山南山北勤团圆。阿哥阿妹上来往，有亲子人结人，人俩就系义公义山。一段故事教恩你，就有决心，泰山好过咪做得办。义公义山呀故事啊，本来有咧动态嘅写法啵，有心特色色神转，有心晒山山外办。人嘅一生呢，总会遇到众多嘅问题和困难，就像故事里头嘅两座山一样。不过啊，人要有恒心，要用不管乜嘅事情都做得克服，你就讲聪明啊！观众朋友啊！下个礼拜教育的时间，希望大家做得像义工教育，坚持下去，准时收看，爱了解，日头下，日公公哦。